西，我们台湾也是不建议。Social political 就是我们讲到在后面讲到 ，It's not because what you know， it's but who you know。我讲过了，你们大家都差不多了。可是为什么有人很容易找到 job， 有人不容易找到 job， 有人常常讲说那是 luck， 是命运。我们常常讲过有一句话就是说，很奇怪 ，The more I practice, the luck, I have more luck。讲起来就是说，你如果 practice more， 当然就是说 you are getting more luck。事实上没有什么就是 pure luck， 都是在后面都有它的其他的原因在里面。美国人很注重 community， 然后是collaboration， 大家这些一起做事情，你如果可以 form teamwork。我来这么久了，常看我们台湾的 community， 我特别是看是我们医生的 community， 很少人我们医生能够做一个 group 合在一起开业，很少，大家都是 single。有一些想想为什么？很有趣，就是当然医生可能也就比较一样，医生都是比较是觉得不跟其他人一起。可是主要就是这个，我们没有这种 community 这种 activity。business 也一样。就是做 business 也是一样，很少有人说能够台湾人跟台湾人住在一起，大家都很聪明的，都是 PhD， 可能是太聪明了。如果不是 PhD， 大概是。你看台湾的 business 也一样，台湾的 business 最多都是 family oriented business， 很少数能够这样子。一个 cooperation 这样子这当然就是你可能的 background，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那个 mental quotient， 这很重要。就是尤其你们刚刚来的时候，最重要现在就是要如何 adjust， 然后 survive， 然后 prosper。你们这期段就是 adjusting and try to survive。这中最大一个，你自己要先问你自己：你为什么来美国 ？What you want,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 这个没有人可以教你，可是你自己要想，你常常要想这种东西。你要知道 what you want。像我来的时候，我知道我要什么东西。如果你有没有能够拿到你 what you want， 你可以 adjust, readjust。可是你也同时，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为什么会得到什么？对后果或情况怎样？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一定要 follow your passion。像我一样，我爸爸妈妈叫我念医生，结果我自己决定不做医生。我讲过，刚刚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就在这个地方的例子，也是很优秀的。我们这时期的一个女儿，她 very 优秀，她 SAT 考试满分，1600分。Harvard 派人来叫她，请她去念书，她一样就不必申请，当然手续上要申请。Harvard 说，请你来念Harvard。她爸爸要她念医学，当医生。她当时没有讲出这样，可是她是没有可能没有兴趣，没有讲跟我的情况。可是爸爸说你一定要去念医师，他不得已去念医师，说他为了也是一样，他是有兴趣做事，所以说他念 Harvard 的 MD、PhD program， 去念完回来华盛顿做当 resident， 做住院医师，做2年。他跟爸爸妈妈讲说：“爸爸妈妈，我替你做你要的 job 做完了，现在我要我自己的 job。”他要做 architect， 他 quit 医生，念 Harvard MD、PhD， 他 quit， 然后去念 architect。真实的故事从我学，这是讲 follow your passion and follow your heart。
你不要为了其他人，不是为了你爸爸妈妈，不是为了你的男朋友、女朋友跟你交往，你去做这个。你有什么有兴趣？因为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会做得很好，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刚刚开始有时候还很难找到，因为个人不一样。我跟你讲过，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要这个东西。做 persona 是因为我有兴趣，你有兴趣的话，你就是已经会做得很好，对吧？然后这 follow 其他的东西会 follow， 不是为了说因为我要赚钱，因为医师可以赚钱。你如果有这种 concept， 那就不对，那就不好。你如果真的有兴趣 ，take care of patient，take care of the kids, then that's fine. You follow that. You will be very successful. Maybe you just like very simple life. That's fine. 有的人说我平平静静的，I don't want to be 10% or want to be 1%. I just want to be 50%. That's fine, but that's not the reason you come to WashU. Okay? You come WashU, you are not at 50%. 再一个就是要除掉那个 oppress mentality， 因为台湾人都被人家控制，帮人家统治关系，外来统治，日本统治，中国统治，所以我们常常有这些，我们叫做心不阿雷啦，一般恁可能唔捌听过这个，就是媳妇嘛，这小媳妇的那种心情，就是一切都是要将就其他，将就亲家亲嘛，丈母娘。那台湾还是有点那种心情，所以我的 advisor 怎么样讲，或者是我的 professor 怎么讲，我就一定要照他做，不一定，你要有自己的 stand。你做 research 的话，有时候发现你不一样的东西，没有关系，你跟他讲为什么这样子，然后你 double check，make sure the one you do is right， and 你要 stand up with what you know and you observe。这点咱台湾人我知道是很大的缺点。Nice person is not enough。我跟你讲的拿 PhD 是台湾来的，他是在 WashU 做 research， 后来被他的一个同样在 compete 的一个学生是中国来的，被他欺负，他所有的 data 他都跟他拿去，他很不高兴。可是去跟 professor 讲 ，professor 没有办法 ，professor 好像很疼他，所以就是这一点就是。后来他跑到我那儿去，我给他一个 project， 然后他自己做，后来也是拿了 PhD 的，这是亲自的例子，也是在WashU例子。所以有时候会碰到这种事情，你如何处理或者怎么样来 handle 这种事情，也是很重要的。I emphasize, I'm just as good, or even better. 你 IQ 方面你比他好，可是这些 social political 这方面你们可能比他好。你的 language 还是有很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办法。可是我们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所以这些 successful 的 message 你们大家都知道了哈。最重要就是要 patient。hard work 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都是 working very hard。My recommendation: work smarter， 不一定要 work 那么 hard。不晓得我的经验是这样，因为我 I don't work that hard。不过没有关系，你自己晓得。你看你的 peer 怎么样。innovation 当然就是persistent 这个我们也是不错的。innovation 就是说要能够跳出这个框圈子。这是很难的，因为我们 brainwash， this is the way we should go， this is the way we do things。你在做 research 常常知道，我们都是照这样做，可是大部分的结果都不是像你想象中。可是，在你出来的结果跟你想象中不一样，你就会找到为什么，你要去挖掘，然后你提出的这个 idea， 然后你自己去 make sure 去 confirm 一下，然后再跟你的 advisor 讲，这也是很好的。
现在你跟中国来的学生比较，就晓得，因为中国来的学生就是比较没有那种innovative， 你教他会教你的 professor 教你怎么做的，他可能会做得很好。可是你有时候不一定你这么自己做，一定要照这样子做。有时候你觉得不太行的话，你有时候跟他谈论一下，或者你自己去做research可以做出来 ，prove some other way around can be better. It's okay, you can do that. 我们跟他们不太一样是，你有一个教标你自己去做，你可以自己去做，自己在。可是他们比较是说，他会叫你说你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怎么样做，这个都要做到。他们可能会做得很好，可是你如果照的东西，这个一个 problem 我给你，你自己去找答案，自己去找方法去做出来，我们可能比他好一点，在这一点方面。所以这是给你们 take home 的 message， 就是这个 4Q 当然记得到。第一个最难就是说这个 mental IQ， 就是你一定要自己要先想一想 ，what you want，who you are， 你来这里要做什么。然后你这个如果你懂得清楚的话，要怎么样去 approach 就比较简单一点刚刚讲到我不担心你们的 IQ 这方面 ，knowledge 这方面，可是你怎么样去 work out， 就是这中间来这里的是大学里面这中间就是你要学朋友参加很多我们这些大家来的老朋友啦、前辈啦都有。最后一点就是讲说 ，America 实在讲起来是it is a great country 让你有自己的机会去自己去发展。我从一个 very small town， 没有人就知道谁是清楚，现在爬到这样，经过这一段时间 ，you can make it，you can make it。这是我是想给你的 message。3Com 我刚刚没有讲过，就是说你如果拿到以后怎么去做？刚才有讲过，我 very active political。所有的总统我们都见过。蔡英文这次来了，我们也去找蔡英文。蔡英文也到我们家里去过。然后 Sheryl Brown 是很好的 Senator， 我们这些东西你们也要学一样，就是不管怎么样，这就是 paradise。You can be in the paradise。就讲到这里而已，我不再讲太多。4Q 3Com。第一个是 communication， 这个 very very 重要，很重要。怎么样子 communication？ 你跟你自己、跟朋友、跟你的 professor、跟你的长官，然后跟外面的人怎么样 communication？ 这一点我们需要加强。你现在怎么样加强？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第一个，你现在英文要讲得好，能够流利，能够表达你自己。现在你们这一代大概比较好，不像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我们念书都没有问题，念 textbook paper 都没有问题，可是要讲还是有问题，尤其第一开始来的时候。不过这种东西你要怎么样学？我当时就是说你要参加各种 activity， 去参加各种 activity， 像这种参加美国教授请你们去吃饭啦，是什么？你们要去，一定要去。然后有机会你请他来吃饭，这东西当然有些 detail， 如果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再谈一下communication， 第二就是community 像你们来参加这是这个 first step， 你要去参加 community， 不只是台湾人的 community， 东方人的 community， 美国人的 community 要去参加，他们的教会啦。他们什么会什么东西Art Museum 什么都是要去参加去 volunteer。你说我怎么有时间？有了，你也有时间的。所以跟你讲，你不必念那么多时间，just 要 be smart。
哦，你常常说我没有时间啊，没有时间去参加。你已经有时间了，之后美国人不会让你没有时间去参加的 community activity，他非常鼓励你去。你有参加